歡迎大家收睇由傑哥同敏儀主持嘅《GM 看世界》。傑哥之前講過咧，代理司法部長布蘭奇如果咧真係成為司法部長嘅時候咧，應該會大展拳腳嘅。咁果然而家真係啦。司法部長布蘭奇喺12號喺新聞發佈會上宣布，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嘅高級官員海蒂貝里奇涉嫌向極端分子輸送公眾捐款，用於招募成員啦、組織集會以及購買3K 黨長袍、焚燒十字架所需嘅材料等等嘅犯罪活動而被捕。聯邦檢察官公佈咗一系列嘅指控，咁嚟自加州棕櫚泉嘅貝里奇同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共同被指控犯有串謀實施電信詐欺罪，同埋串謀向聯邦保險銀行提交虛假嘅陳述罪。聯邦調查局局長帕特爾表示，調查仍然喺度進行緊。冇錯啦，呢個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其實我哋之前講過。佢咧表面上係一個非營利組織，係一個主張政治正確嘅組織，專門幫窮人，專門幫喺白人至上主義活動當中受害嘅人。咁而家調查發現咧，原來嗰啲所謂嘅白人至上主義嘅暴徒所一系列嘅嗰啲暴行咧，係佢俾錢買嘅。以前咧，中國人有句古話叫養寇自重，知唔知咩意思啊？咩意思？即係以前古代啲軍隊將領咧，俾皇帝派出去消滅嗰啲流寇咧，佢唔會打死佢，佢會將佢趕走，留佢喺某個地方。若干年之後或者若干嘅日子之後咧，呢班人捲土重來咧，皇帝又要俾好多錢，俾好多資源，俾好多榮譽，俾好多官階呢個軍人，佢又去消滅呢啲所謂嘅流寇。呢個養寇自重。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就係咁樣。美國嘅民權運動咁多年，其實我哋知道喺法律層面、喺行政政策層面，已經冇任何種族歧視㗎。種族歧視只不過喺人嘅心裏邊咁解嘅啫。咁但係如果當美國冇咗種族歧視、冇咗白人至上主義者、冇3K黨嘅時候，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咪冇咗佢價值咯。就冇人捐錢俾佢咯。所以佢要用錢去養一啲極端主義者，養佢哋出嚟搞暴力活動。然後令到民眾好驚，哇！原來美國咁多3K黨㗎，咁我哋點先能夠平安呢？我哋捐錢俾呢個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我覺得好卑鄙啊！而我哋捐啲錢咧，就啱啱俾佢拎出去用，去收買嗰啲白人至上主義者。你唔喺度扮到係，然後咧喺集會度啊，喺啲公開場合啊，咩着住3K黨嘅白袍啊，咩燒十字架啊，做一啲攻擊非洲裔民眾嘅一啲行為啊，令到呢個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有價值。係咪叫做自編自導自演呢？自編自導自演咧，係所有呢啲咁嘅詐騙犯都容易做嘅嘢。但係呢個南方貧困法律中心仲有一個人哋唔具備嘅權力。呢個權力係咩咧？佢負責調查美國嘅白人至上主義、種族歧視。佢調查到結果，佢話邊個係，然後佢通知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就認可嗰個人係，就會標籤呢個人係白人至上主義。所以你如果得罪咗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咧，你就會被佢報上去聯邦調查局，話你就係種族主義者，咁你就從此咧你就俾人黑名單啦。哇，好卑鄙啊！所以喺今次嘅調查發現咧，佢哋總共用咗幾多錢去進行呢啲犯罪活動咧？400幾萬美金。作為一個極左組織向極右組織輸送咗400幾萬美金，所以咧我哋啱講話布蘭奇上任之後大展拳腳。呢個案件其實係喺邦迪做司法部長嗰陣時咧，就已經係開始調查㗎啦。而家正式逮捕、正式起訴。帕特爾話呢個案件仲喺度調查當中，所以跟住落嚟可能有更多嘅人被捕。咁跟住落嚟咧，會唔會調查呢個福奇咧？之前講過喎。係啊，之前我話布蘭奇上任之後，佢有可能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福奇啊嘛。福奇俾拜登赦免咗㗎嘛，但係特別檢察官嘅調查可以連呢個赦免一齊調查。咁犀利？咁赦免嚟做咩啊？唔係，你呢個赦免係咪合法嘅？連呢個一齊調查啊嘛。係。咁最近咧，福奇嘅罪證咧越揭越多。哇！而家咧，聯邦參議院嘅共和黨參議員馬歇爾咧，11號接受呢個福斯新聞訪問嘅時候咧，佢話呼籲司法部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福奇。即係我哋預期嘅嘢咧，開始有人出嚟講啦。係。點解馬歇爾咁憤怒咧？馬歇爾有2個身份，一個佢係共和黨國會參議員，佢另一個身份咧係婦產科醫生。所以福奇被發現嘅新罪證咧，佢當年害死咗好多孕婦同埋。點解害死啊？馬歇爾話：
我哋國會所能夠做嘅咧就係揭露真相，或者努力揭露真相。但係咧而家好難做到。係點解咧？佢話因為有人111次引用咗憲法第5修正案，咁呢個好明顯講福奇啦。咁馬歇爾憤怒嘅地方係咩咧？之前我哋知道福奇被國會傳召去調查咧，係因為佢嘅日記被公佈咗。而家佢另一樣嘢咧，透露個信息，原來佢犯下嘅罪行咧更加嚴重。咩罪行咧？佢做聯邦官員有公家手機噶嘛？佢做呢個官員嘅時候，嗰部 iPhone 手機咧，而家俾參議院委員會攞到。調閱呢個手機裏邊嘅信息對話咧，哇！令到呢班參議員，特別作為呢個婦產科醫生嘅馬歇爾，個憤怒咧係無以復加。有咩咁嚇人嘅信息咧？嗱，當時你知道我哋美國有個疫苗係叫做一種疫苗嘅新技術，叫做 mRNA 疫苗啊嘛。當時如果能夠打到呢個疫苗咧，就大家都覺得哇，好有安全感啦。事實當時川普嘅神速行動咧，令到美國又好或者歐洲呢啲咁嘅疫苗研究機構又好咧，佢哋研發嘅疫苗咧可以俾大家用，但係呢裏面有個客觀現實，呢啲疫苗係冇經過第3期臨床試驗嘅。第2期臨床試驗咧，基本上就確定疫苗對人體冇太大嘅傷害，因為疫情對人嘅傷害更大，所以兩害取其輕，就令到大家可以喺冇第3期臨床試驗結果嘅情況下，先注射疫苗。但係呢個疫苗會帶嚟咩副作用咧？仲要喺現實當中，即係等於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第3期臨床試驗嘅試驗品。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去檢驗有冇咩副作用。福奇喺2021年嘅1月，佢同當時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嘅主任亞倫斯基同埋另一位叫穆爾蒂嘅博士咧，用手機信息對話嘅時候咧，福奇已經承認發現呢個 mRNA 疫苗咧會令到早期懷孕嘅孕婦咧會流產。哇！咁大件事，當時已經知道呢個數據顯示呢個疫苗會造成呢種結果。咁福奇有冇公佈咧？冇。福奇唔單止冇公佈，福奇喺公開場合發布呢個有關疫苗嘅認知嘅時候咧，佢話冇任何科學證據證明孕婦注射呢個疫苗會受到影響而流產。喂，有冇搞錯啊？佢明知，但係佢仲咁講。而家呢個國會嘅數字咧，當時有800幾個孕婦，即係而家所掌握數字，800幾個孕婦因此流產。點解佢要咁做咧？嗱，我係客觀地講，呢個疫苗 mRNA 疫苗造成孕婦早期流產係咪一定嘅原因？目前未有一個公認嘅證據。但係如果當時有呢個疑慮嘅話，作為美國最高層嘅衞生官員，你係咪最起碼要將個信息講俾大家聽？我覺得佢要話俾人聽，至於大家打唔打係自己嘅選擇。冇錯啦，因為當時大家都好怕新冠肺炎，當時嘅死亡率好高，所以兩害取其輕。老實講，好多人喺人生當中都會遇到好殘酷嘅選擇，要保大人定係保細路。即係呢個係以前我哋聽過呢啲殘酷嘅故事。同樣喺疫情當中，大家都面臨一個殘酷嘅選擇，但係唔代表作為美國衞生最高級官員，你可以向公眾隱瞞呢個信息。我唔明點解佢要隱瞞咯？唔知喎，真係佢有咩好處咧？你睇福奇隱瞞病毒起源，隱瞞病毒傳染嘅途徑，又隱瞞疫苗會帶嚟嘅副作用，我真係完全唔明白。我覺得咧，凡係藥都會有副作用，呢個係大家都知嘅。咁我唔覺得佢有咩原因要特別去隱瞞。你講咗出嚟之後咧，究竟呢一個人自己選擇打唔打係佢哋自己嘅選擇啊嘛？呢個係個科學態度啊？唔知，完全唔知。咁所以而家點解國會對佢咁憤怒，要呼籲委任特別檢察官咧？就係從佢嘅日記到佢嘅手機，嗱，佢嘅手機而家啱攞到㗎咋，跟住落嚟咧，仲唔知可以喺手機裏面發現幾多嘢？咁所以呢個就係國會點解要呼籲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佢嘅原因啦。但係如果國會真係委任一個特別檢察官調查福奇咧，固然可以令我哋大家知道當時發生咗咩事情嘅真相。但係另一方面咧，美國就會陷入一個另一種政治生態啦。就係當朝政府追究前朝政府官員。咁福奇如果真係有罪狀嘅話，當然應該追究啦。但係咧，而家民主黨係未有任何罪狀同嫌疑情況下咧，民主黨已經放出風聲，話如果今年中期選舉佢哋攞到眾議院多數席位，佢哋就要調查川普身邊嘅人，或者同川普有個合作嘅人。我覺得而家係大家想調查民主黨多過想調查共和黨啦，係咪啊？越查越多嘢。
咁所以共和黨都要防止，如果真係中期選舉輸咗，如果民主黨真係用呢手嘢，哇！咁美國政壇又會一片混亂㗎啦。係，所以呢個係大家唔想嘅。所以咧，司法部而家發咗個備忘錄，試圖保護川普嘅私人顧問同埋佢嘅律師。係，司法部嘅助理部長蓋瑟咧寫咗個備忘錄。呢個備忘錄發布嘅原因咧，外界解讀就係因為民主黨聲稱佢哋今年如果攞到中期選舉嘅勝利，控制眾議院嘅話，就要調查同川普有關係嘅私人顧問啦、律師啦，同埋同佢合作嘅私人公司。咁所以呢個蓋瑟呢個備忘錄話咩呢？總統係有行政特權嘅，總統嘅保密義務同樣適用於同私人顧問同埋律師嘅溝通，就好似同政府官員溝通一樣。所以如果第日有人調查呢啲人，呢啲人有行政特權。咩叫行政特權保護呢？講直白啲，就係國會傳召你，你可以唔去。或者好似阿福奇咁引用憲法係5修正案，老快乜都唔講。但係坦白講，呢種所謂嘅行政特權保護根本就冇效。因為點解呢？我哋以前見過兩個人，一個叫做班農，一個叫做納瓦羅。佢兩個都係川普政府嘅官員。收尾拜登執政嘅時候，民主黨喺國會調查佢兩個，佢兩個拒絕參加。最終兩個俾人揾咗個監獄。納瓦羅俾人揾咗4個月，班農好似揾咗半年。咁所以呢種所謂嘅行政特權保護呢，係根本就唔會起到效果嘅。所以共和黨如果今年中期選舉唔能夠贏嘅話，美國政壇上就會出現一種好病態嘅、好惡劣嘅一種惡鬥。咁點先能夠唔發生呢？咁當然共和黨要保住今年中期選舉嘅多數席位啦，然後2028年都要保住白宮嘅總統大位。咁所以邊個能夠令共和黨保住2028年白宮嘅大位呢？得2個㗎啦，而家講嚟講去。3個。仲有3個咩？除咗曼斯同埋盧比奧，仲有邊個？川普。川普唔會啦。嗱，點解我哋講笑話講川普？點解話講笑咁講話佢會呢？川普呢個人呢，大家知道佢嘅特點，佢唔係一個傳統政治人物。佢有時咧中意戲弄嗰啲左媒。所以啲左媒主持人問佢咧：喂，你會唔會選第3任？佢話：有可能㗎。當時咪仲流傳一個好神奇講法啊嘛。佢話川普可以點做咧？2028年嘅時候，曼斯係總統候選人。佢做副總統。佢做副總統候選人，選上之後咧，曼斯話：唔好意思，我屋企有啲事喎，煲落湯唔記得熄火添，辭職走人。咁由川普咧變成總統啦。其實咧呢個講法都係川普拎嚟戲弄嗰啲左派媒體，因為點解咧？美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得好清楚，冇資格做總統嘅人，同樣冇資格競選副總統。早就立法者早就已經將呢條路封死咗㗎啦。咁點解而家又提到呢個話題咧？因為川普琴日喺俄亥俄州參加一個慶祝美國建國250週年嘅愛國集會嘅時候咧，現場啲觀眾又喺度嗌，見到川普出嚟喺度嗌2028。咁所以咧，川普喺空軍1號準備上機嘅時候，啲記者湧去問佢：喂，你會唔會選2028㗎？嗱，川普今次講真話啦。川普對記者話：每一個人都問我呢個問題。佢話其實你都知道啦，法律喺呢方面規定得好嚴格㗎。我即使想選，法律都唔允許。所以川普今次係第一次喺媒體面前清晰講：我唔會選啦。好啦，川普唔會選嘅話，咁就我哋回翻啱個話題啦。曼斯同盧比奧呢2個人邊個最有可能呢？之前我覺得曼斯嘅呼聲好似好高嘅，並且川普曾經喺舊年出嚟背，跟住講過下啦，冇正式背書啦。咁但係後來咧，因為呢一個嘅美伊戰爭啦，所以盧比奧嘅聲勢突然之間就上咗嚟，並且好多人覺得咧，盧比奧可能年紀大啲啊，穩重啲啊，都會好多嘅觀眾留言，佢哋比較撐盧比奧嘅。嗱，盧比奧咧，佢從政嘅時間比較長，由參議員變成咗國務卿。曼斯咧，從政嘅時間比較短，由參議員咧變成副總統。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喺心態上覺得盧比奧穩陣啲。曼斯咧，因為佢喺公眾嘅視野嘅時間比較短，甚至有啲共和黨人咧懷疑佢係咪假共和黨人。即係呢種各有唔同嘅睇法。咁但係咧，事實我哋知道，如果譬如講盧比奧成為共和黨2028年嘅總統候選人，曼斯就會退出政治舞台。點解呢？佢冇可能由副總統候選人變副總統，跟住再變副總統候選人，變副總統。呢個對於曼斯嚟講不可以接受嘅。一個人做4年副總統，
再做8年副總統，即係如果算得上嘅話，係。所以曼斯如果咁嘅話咧，佢會一個好難堪嘅境地。所以，但係如果反轉頭，曼斯做總統，盧比奧做副總統，如果共和黨順順利利，曼斯選上之後執政8年，嗰陣時係咩年份啊？2036年。盧比奧幾多歲咧？65歲，因為佢比曼斯大14歲。係。咁所以盧比奧其實同樣喺呢個之後要退出政治舞台。因為美國嘅政治鐘擺效應係冇可能選民2024年投票俾川普，2028年投票俾共和黨人，去到4年之後再投俾共和黨人，之後共和黨已經連續執政12年，之後再投俾共和黨人，我認為基本上都可能冇。我都唔希望出現咁嘅情況，咁啊變成咗一黨獨大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兩個咧喺政治生涯當中，只有一個人可以成為總統。至於邊個把握更大咧？咁啊最近咧媒體報道咧，川普喺白宮見呢個捐款人嘅時候咧，川普話：其實我哋最終要決定選曼斯。即係正式背書曼斯。冇都唔可以話正式背書。如果呢個消息係真嘅，就係正式背書。因為呢個所謂嘅消息人士話：嗱，唔好講我咩名啊，就係唔講嘢俾你聽㗎。咁，所以啲媒體都話消息人士話。但係事實咧，川普其實咧佢都喺舊年講過，曼斯好可能係佢嘅繼承人。呢個話佢講過嘅，但係佢都講過，曼斯同盧比奧搭檔咧，所向無敵。咁所以呢兩個人搭檔咧，我諗已成定局。但係只不過邊個可以令到共和黨2028年繼續執政咧？其實仲有2年嘅時間，要睇佢兩個表現同埋共和黨內部嘅呢個決定啦。仲有2年時間比較長遠，大家咧最緊要搞掂呢一個中期選舉先，一定要出嚟投票。冇錯。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拜拜。